你真的过得好吗？来，想妈妈了没有啊？想，真的想我啦？妈妈也很想你了。所有的视频、照片我都看了，真的很吃惊。能坚持到底，我真的很高兴，知道了吗？坚持就是胜利。你看这几天，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你都一直都在坚持。我所有的视频、照片，我都每天都在看着呢，爸爸也在看着呢，知道了吗？我们也是为你高兴。自己也是说过，当时人没那么容易，可以吗？有没有跟我说的话呀？你真的过得好吗？妈妈过得很好了，可是我每天都在想你睡不着。我们就不哭了啊。还有2天半的时间，还是跟前面一模一样，不要掉眼泪，知道了吗？再次跟你说一声，坚持就是胜利啊。爸爸妈妈都爱你，宝宝们，拜拜。宝宝，小朋友，你多大了9岁了，你是什么民族？维吾尔族。你觉得这儿的饭菜好吃吗？是。Hello， 小朋友，这里的饭菜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是什么民族？小朋友，你是什么民族？我是维吾尔族。你觉得我们这儿的饭菜好吃吗？很好吃，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菜。那就是家里的饭菜好吃，还是这儿的饭菜好吃？家里的好吃呢，因为我想家了，我更想我妈妈做的饭。我妈妈，你好不啦？好呢。行，妈哭了呀，来吃饭呢。法如克不是我。开心。开心的。3天。妈妈呢？好呢。这个挑战你觉得你能接受吗？能。真棒！在爸爸妈妈眼里你是最棒的啊，宝贝。爸爸妈妈就这样的成长了，你努力的面对一切，继续努力3天，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见。好。现在我想问一下通过的同学，来回头看一看。喂，爸爸。你今天晚上是第4个晚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坚持这天晚上、明天晚上、后天晚上，总共坚持3个晚上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。除了想我们之外，还是挺好的吧？然后我也非常想你呀。然后不过我相信你能坚持下来，你是最棒的。然后听教官的话，然后有些体力你能坚持，尽量去坚持。如果就一点点的那种累或者是疼，然后你还是坚持一下，好吗？好，加油啊！跟妈妈说再见。贝贝。拜拜，你是最棒的。